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咱听着讲公视台语台卢东熙台长，伊来讲起，较早电视拢禁台语，即马慢慢拍拼，才有即个台语的电视台。有偌济人费心情，有偌济人行过用过努力的即条路。国情要赶紧招所有咱遮的观众朋友，我讲一条真趣味的囡仔歌，因为囡仔的教育唔通等，台湾的母语咱着紧传。即条囡仔歌叫做果子歌，伊的原因、伊的来路，较等下我再来解说。咱先来听看觅咧。大声讲西瓜圆圆，气味甜甜，杨桃较酸，芳瓜较甜。秋天食龙眼，热人食奶汁。甘蔗要食着削皮，葡萄食了爱配籽。食起白顾细管，柠檬食着皮肤水。要食柚仔等月圆，八月来啊满家市。台湾果子百味，欢欢喜喜食规年。是啦，这条果子歌，大声见面先甲你讲，讲西瓜圆圆，啊，这就是囡仔知影讲对，西瓜的形体吼圆圆啦。啊，第二句。气味青青，气味后人讲叫做高桃果，高桃啊果，气味就是鸡圆果，这对澳洲进口入来。无毋对呢，有影皮青青呢。果续来讲，杨桃较酸，啊，芳瓜较甜。秋天食龙眼，这嘛有对。啊，热人食奶汁，确实都有影。过来讲，甘蔗要食着削皮，啊，葡萄食了爱配籽，这拢有哈呢。吼，这果子歌，哪像讲出讲每一种果子的特色，无毋对啦。实在国情会经这条果子歌拍算，所有咱电视机边咱遮的观众朋友，应该你嘛毋捌听。国情啊，你哪会遮歌口？你也知影讲我毋捌听，煞毋知影讲这条果子歌，就是20几年前，1996年的时，台语文社学生囡仔，一阵学长、学姐甲学弟学妹大家扣做伙。同齐编讲吼，咱就即个囡仔歌编出来，啊，互咱的学生社员申请的这社员来上社课的时阵，咱教因读了，连工会当倒转去，教因的下辈小弟小妹，教因的后生囡仔读，啊，结果谁知影讲台语社编即条歌了后，搁落尾也无流传出去啊！我就是坐伫迄阵内底，我毋才会知。过来后壁果子歌讲。食起白，顾细管，柠檬食着皮肤水，这拢毋免国情加解说啦。啊，要食柚仔等月圆，八月来啊满家市，声声句句拢有影。英国对学生的社团，拼来到即马真侪大学拢有台语系，阁有台语的电视台。实在目的有缘，拢是共一项，共一种的心愿，讲囡仔的教育毋通等，啊，台湾的母语就紧传啦。